好，分享轉到現場，根本你有時候基本大家吼，就可以咧動神奇嘅哈林樣哦。不過剛剛有講到吼，就係 ISEC 呀，組織這個組織啊，其實它是常常會跟國際的青年或國際的學生一起來接觸嘛，對不對？那你知道，就是袁姐你自己覺得，就是海外就是國際的學生跟台灣的學生，你覺得有很大的不一樣嗎？你還是你自己學習到什麼？那我会觉得说，国际的学生他们就比较有独立思考能力。是每一个国家吗？就是连亚洲的，因为你们不只是欧美嘛，对不对？你们其实也还会有很多像马来西亚啊，或者是每个国家都会是还蛮独立的嘛。我遇到的都还蛮特别，因为他们都还蛮独立自主的。会参加这个的应该都很独立。对，因为敢自己出国，然后我觉得都算蛮独立的。所以其实，因为其实像现在我们台湾的学生，其实近几年其实也是还蛮独立，就是开始有背包客开始，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走出去，这样其实越来越有国际观哈。所以其实你带了这么多的梯次里面，这么多的你接触，而且你还要面试是你面试没错嘛，对不对？对。对，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有哪些标准？就是你除了说他要说得出来自己的文化，那每个人都说得出来的话，你要怎么选？说我要选他，不选他？就主要是看他讲的内容够不够深入啊。对啊，还有其实有时候会请他唱歌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对比较才艺，对比较特别的，算是这是什么机制问题这样子。对。可是像你们要出去，那就是他们要面试你吗？是这样吗？是一样的就对，这是有一个流程的。是的。可是像你负责的就是农村嘛，对不对？就是农业，就是有机农业的国际志工的部分。那你刚才有讲到说你自己，其实你家里是乡下也在务农啊。对。可是你自己，因为你很年轻你有真的下田过吗？小时候有时候就是帮忙打杂。你是抓泥鳅吧？也告吧。像是我爸爸在施肥或是怎样的时候，我就会帮忙，算是装啊，或是干嘛，就是做一些小事情这样子。所以你大概了解，就是可能农村的基本的生活这样子。对，还算是。可是其实那种传统的农村或者农作的过程，其实老亚有机就是有机，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有这样子的体验，就是你有感受到不一样的地方吗？很费工啊，还是什么？对，那像是因为我父母都在工作，可是就是只能利用假日来种田，所以说就会用肥料啊，或者是农药之类。有时候在帮忙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让人感觉不舒服，然后会臭臭的这样子。对，那时候记得刚认识有机，应该就是只是在化学课本上，然后就看到有机就是说什么无毒无害这样子。那是进到大学之后，到陈大哥有机农园，然后开始学习啊体验，然后才会觉得慢慢会觉得说有机就是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农业的一种运作方式，它是一种就是爱护地球啊，然后环境永续的这种想法，这样我就觉得还蛮有意义。所以你回去你会跟你爸妈讲说，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做有机吗？希望之后会。其实呀，真的有一些难突啦，嘿冇。有懂你就知道讲，嘿啊有机按好的话，用冇太甲向下来做喏。其实要真困难吼，垂供就已经动困难。冻土那你往冲个冻豆，然后应该种，找个歇歇的时候了呀，那种冻辛苦，但是要坚持了，还是要坚持。不过呀，一开始喺泰国对呀吼科技产业，专做吼呀做呀他做农的吼，本学生的汉语喊做农夫的时间吼，你知道有冇个某种样的心情很态度恩用的转弯哦，以那些青某种样的生活形态没？就透过因办公室呢，批公文吹浪气，该合作一下签加8万创千万，真顶哦！两下美，两下冇浪气有吹啊！不过有3温暖的那个温室啊，落去后50块甜食给拍好呢。不过冻捏的时间没有捏到呢。捏到，这种冻辛苦哈，有，下巴走着讲，哇，你总嘛该有点走了哈，有时候也是会那个啦。不过还好了，那个从马拉松可能哈，有一个那个熬过去。有枪妹有看到成果的安尼。有建区啦，建区。唔讲，我知道青难得的就系啊，他迄家就有糖豆讲吼呀，种东西，种嘛家就做在地动嘛家就做在绿色。那大家有糖豆就系1分耕耘，他们系1分收获。唔讲吼泰国就讲冇做呀有机吼，哎哟。不是同等的回馈，嘿吗？总有基因为冻到葱的问题啦，葱啦，气候啊，因为你冇化学配嘛，用化学配当简单，用描述一下哈，那全部氮肥，你有机配冇啊？有机配是2%到3%，所以那个该差冻都差价去配，这个你下摆你种吼，一份
耕耘哈，唔係1分，大概只有0.5、0.6的收成。哦，真勁。唔講而家種嘅東西吼，有嘅東西過後要行去賣呢。嗰時賣嘅過程咩係咧？咩係咧？真困難呢，要推銷啊。是講大家下做是冇像透過玩意啦，透過農民是講種出來唔就賣不馬上。都得辦農會啊嘛，㗎，唔講唔做唔係。我是講一方面，你是講送那些，我希望是講對農場的直接跟回燃。新新鮮的啊。是講從農場直接到餐桌，中間沒有經過任何人的剝削，好，添一點新鮮，好，佢兩行來買一些是講。我希望提這個來記起來就記，好種出當辛苦種出來的東西啊，莫講都種出來就冇人買，好，所以我啲係講用回燃賣一些，好要先預付，好先預付4個月到6個月的菜錢，好，那我們就看到這個訂單之後呢，我們就計劃性生產。嗰時候佢就做得托係冇，做得現設計我嘛個菜哦，係係呀就係唔知個偏好嘅。做我陪伴佢，是講你咪希望講啲下當地邊講，你該做當地。它的氣候適合種什麼菜，其實就是最好的菜。好，然後就消費者來看，最後是冇偏挑食啦。我講係適量唔適該，其實身體啊個營養咪會不平均啊平衡啊你。是講你種盡量種出來嚇，其實。嗰時候泰國但係喺做農嘅即個種，係會送貨。係送貨，即個送哦。哇，真勁。這送貨，因為菜嘅東西佢下便宜啦，你講就用貨運其實個運費冇便宜。啊，冇便宜，佢一方面你希望講。收唔貨啦，嗬，安尼。一方面你希望講啲消費者好選，你菜嘅，佢直接看到你這個本身，就哦，你係你種嘅，啊，因為他這種的話，對種菜的人其實會有一個感情在。然後那然後有部分當場老實講，佢看到你些又買問題，啱先會同你講，啊，佢係同佢送貨，唔會插機啊，即係講東歐就買問題啊，比如講你一菜品質就買問題，而且你就得當。嗰時候又鬆鬆嘅咩變做係朋友嘅嗬，係問咩飛言就係。所以你當到回燃就學成年來咧，哇，所以嗰時候唔係即個送嘅花就係限定啲嘅行走也提起嘅。係我哋希望是講盡量節能減碳，好是講個運送嘅距離啊唔好太遠，好，這個你人開始做總之8公里，好，人家開始緊一直在縮短，好，變50公里，日後我講希望30公里是好嘅，是講比如講你做東西做別啦，先做時間。嗰種咧要特別啲人嘅花，特別啲人做啲即個去到唔嘅農場來買嘛，要按你買嘛。你料做得啦，你講回燃雪出嚟啊，分配完的如果有剩可以啦。哦，當做得就錯嘅，係喺即個木卡人有冇就會員制嘅人先分配安尼。係會員絕對優先，因為佢繼續你嘛，你總按好來菜啊，你咪。回頭用這麼好的蔬菜來讓他們食。唔過剛才咩有談到嗬，除咗亞太國就去留 ISEC 要而咧合作以外咧，其實咩即係要讀到係外國人嗬來體驗也就係有機嘅農業，因為當到啲外國咩有啲做也有機嘅東西咩，係冇？啊，其實就來到一片嘅時間，哇，做得來體驗啊，嗬，有可能有機會做得陳太國做得做善事，嗬，你係咪係親特別咧？伊咧回憶親特別咧，伊咧經驗嗬，係冇？沒有當到係外國人。亦都當到外國人，而家去到喺農場嘅外國人差唔多有30個國家，分布全球。含30隻，30隻，30。很多哦。哦，有嘛個較特別嘅冇？唔知道。特別是講佢要記得來啦，嗬，來要對外國人嗬金髮碧眼，一看就知道外國人嘛。啊，從個來也先喺農場為耕作，啊，佢土地嘅時倉咧，哦，佢安時倉啊。安時倉，佢當到喺啲時倉係認識講，我阿豆是佢是，哎 ，How are you？ 結果懂一情就錯嘅。結果叫佢講，因為我有教他，先教佢講下，教阿豆哎呦，講下。最起碼記咁樣説飽嘛。所以佢叫 How are you？ 叫我你係從一下看到一啲喺山上，佢就講，佢問有説飽嗎？嚇到係嘛？嚇到係啊。很少都係咪講，因為啲農場做嘢當辛苦，從幾多點去到。去到喺農場，人家早先4點半先接到機，哇！5點咪去到喺農場，出去走，係咪唔講哦？係咪講？出去走，睇你走嘛，出去走到貪腐7點咪轉到喎。唔講，人哋做嘅一種東西係幻術，還係有乜嘅？係冇共用係冇幻術，還是他們怎麼找到你這個地方？哦，沒有幻術啦，其實也是透過 ISEC 這種交換，對研習，它就是對農場的這種研習志工來到農場。有啲社會咪做到甜到。
唔敢講嘅冇，唔敢講，就轉移某些件好誰先？聽人講，有器官用有做強心散服來，其實他昨天晚上沒洗澡，他不敢。太忝嘅係冇。都太忝。唔講係咪動作嘅時間就做得歇困啊？冇一把你條按來人用嘅做。可能記得項目，你想做5年也管嘅嗬，記得係學生嘅啲埋。你好學生就冇水到教訓10點樣好，搬家唔水冇嘅哈，這可能一下子沒辦法適應，但是我覺得他們學習的態度非常好，就是你做，那我就跟着做，也不會喊累。我來過我農場的研習生，唔是同記得講按甜，唔是同叫，我轉移記者國家跟伊講按甜，我記得轉移他們打電話來，你網絡會連到，你轉移台底水量100唔會聽通。哇，真勁！唔過捱躺起來吼，也陳太講吼，我經過按道嘅國際嘅志講吼，你嘅英文咩變到動吼？哦，就一點點。其實你點聽我唔敢講哦。係啊係啊。係，從該聽完都該3多嘅時間哦，我大概在車上跟他講哦，40年來基本5分鐘講的，出來就講出來。哦，但是他2個月後，我覺得我自己英文也進步蠻多。係，真勁就做得溝通嘅吼，古數啊吼，廿八號有隻機會吼，做得伴屋企小朋友吼，小朋友就做得來參加廿八哈林羊哦。古數做得請袁杰再跟我們講一次這一次的梯次，還有怎麼報名，可以嗎？哦，那我們營隊的第一個梯次是在7月8號開始，第2個梯次是7月22號，第3個梯次是8月5號，那第4個梯次就是8月19號。那報名的話，我們在網絡上都可以報名這樣子。那他現在有名額的限定嗎？哦，那我們每個梯次是40人這樣子。哦，所以現在都還有就對了。是的，額滿為止，安尼。哇，古時候也好好有爸爸媽媽有糖豆也在機會嘅人吼，就做得送吼一家小學呀吼小朋友吼來參加廿八嘅發通哦。古時候今日呢，咩動感車呀，陳太哥還有袁杰來到現場，什麼？好，大家清楚好好把啊廿八嘅機會哦，周清吼向下吼來體驗一下郵寄嘅英文又有農村咯，好，一下大家先來聊一下，等下向下來做運動了。